對等式網絡。對等式網絡 Peer-to-Peer、P2P Network 係一種非傳統嘅網絡模式。喺對等式網絡上面，每部電腦亦都同時扮演客戶同埋伺服器嘅角色。呢啲電腦唔單止可以發出要求，同時亦都能夠回應嗰個網絡上面其他電腦嘅要求。對等式網絡通常應用於檔案分享，以 IP 為基礎嘅網絡電話同埋網絡電視等等嘅用途。使用對等式網絡會面對一定嘅保安風險。以下係具體嘅說明。使用對等式檔案分享軟件嘅時候，需要設定某一個檔案、資料夾或者磁碟機為分享資源。所有儲存喺嗰個地方嘅資料，包括敏感或者個人資料，可能會喺用戶唔知情之下被他人讀取或者喺互聯網上面公開。但係要收回已經分享嘅資料或者尋找曾經下載者係十分困難嘅。此外，如果某部電腦曾經喺對等式網絡上面分享佢便攜式電子裝置上面嘅資料，當插入其他便攜式電子裝置於電腦嘅時候，儲存喺該裝置內嘅資料亦都會同時喺用戶唔為意之下喺網絡上面公開。使用對等式檔案分享軟件下載檔案嘅時候，用戶唔會知道檔案嘅作者同埋佢嘅可信性。呢啲檔案可能包含惡性程式碼 （malicious code） 或者其他非法嘅內容。下載並且安裝之後，用戶嘅電腦就會被入侵。如同其他嘅軟件，對等式軟件亦都存在保安漏洞。入侵者可能利用相關嘅保安漏洞攻擊用戶嘅電腦。要防止對等式網絡所帶嚟嘅風險，機構或者個別用戶亦都要採取適當嘅保安預防措施。例如，機構方面，如果日常營運上面冇需要，應該禁止員工下載以及安裝對等式軟件。如果喺員工嘅工作電腦上面發現對等式軟件，應該盡快移除。機構需要考慮使用入侵偵測系統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 監控網絡傳輸活動，並且即時封鎖任何未經授權嘅對等式網絡傳輸。個別用戶方面，唔應該喺對等式網絡上面分享任何敏感或者個人嘅資料。唔好下載含有淫褻或者非法內容嘅檔案或者軟件，包括盜版軟件。唔應該將對等式軟件設定為開機時自動啟動模式。如果必須下載對等式網絡上面嘅檔案，應該喺下載完成之後立即關閉該軟件。另外，你需要為電腦採取基本嘅保安措施，包括安裝反惡性程式碼軟件，例如防毒軟件，並且需要安裝防火牆同埋最新保安修補程式。每週最少全面掃描電腦一次，以及啟動相關軟件嘅自動更新功能。想知道更多有關資訊保安嘅資料，請瀏覽資訊安全網 www.infosec.gov.hk。